陆渊，为什么？既然你也舍不得走，为什么不能留下？陆姑娘，有些事不能强求。如果我就要强求呢？没有结果的事，强求有什么意义？有些事并不是你想就能如愿的。沈不言，沈不言。没有结果的。沈不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没有结果的，我们被困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了。鱼在水中游，你说什么？是为也是头。缘起之变，缘起之变。这都好几天了，沈公子怎么还不醒啊？这人长得平平无奇的，也不知道小姐看上他什么了，还没陆大哥长得好看。沈公子，你醒了？我去找小姐。别去找他。可是小姐还在等你呢。我不能再辜负他了。啊，沈公子不会是有家室的人吧？沈不言，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，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？抱歉，陆姑娘，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，礼数不周，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。沈不言，你站住！那日你问我，如果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选择告诉他吗？那我现在问问你，如果你10日后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，你是选择第1日便走，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9日？早点走，分开的时候就不会痛苦了。可是你都没有尝试过，你怎么知道结果会是痛苦的？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尝试了太多办法，可命运总用各种方式和你作对。我也想留下来，可我又能留下来多久呢？可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珍惜相处的每一刻。我出身低微，本没有太多奢望，直到遇见了那样一个人，是他教会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，告诉我南梦湖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。我宁愿承受失去的痛苦，也不愿意一辈子麻木不仁。和你拥有一段温暖的回忆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
无论长久或短暂，我都会好好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寸光阴。陆渊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可是我还没收完衣服呢。先别收了。你看，匡豪，你从哪儿弄的呀？买的呗，难不成还是偷的呀？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昨晚。昨晚？昨晚我怎么没看见？那你看到了，还能是惊喜吗？这你花了不少银两吧？没事，我拿用不着的东西换的。我已将玉佩舍弃，会不会就能一直留在你身边了？小姐，你在给沈公子做衣服啊？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叫我小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主仆关系。你就让我叫吧，小姐与我有大恩，不叫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睡了吗？请进。我看你们屋里灯还亮着，想来是还没睡。所以想过来说声晚安。晚安，陆姑娘。晚安，以华。沈公子，这再见晚安病可真病得不轻啊。不过这再见晚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跟我说，这表达的呢是一种礼仪，是对一个人表示珍视。哦，我每天都会和陆渊道一声再见，晚安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会突然离开。这琴瑟和鸣会戛然而止。原来你不仅会箜篌，还会这么多。这个呢是我阿爹教我的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音乐，在音乐里面，我能找寻到最简单的快乐，不只是箜篌，哪怕是一片树叶、一些碗筷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懂它的声音。我听懂了。哎呀，你别光顾着画了，快快快，青菜、窝窝头，快尝尝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地窖。地窖。对，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坑，用来储存食物的。这样应季的蔬果能放上好几个月呢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蔬菜能在地窖里从秋天放到来年的春天？没错。那太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秋天的蔬果拿到集市上卖，就能卖个好价钱，对吧？你真是掉钱眼里了你。好疼啊！地窖是为了过冬，现在是春天，你急什么呀？当然急啊！我的梦想就是要赚好多好多的银两。这世界上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呢？对吧？我们有了钱，才能更好的生活呀。对了，我要去山上看下有没有什么君子好货，努力赚钱，全部都存起来。我走啦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别，你就在那儿好好弄你的地窖，这样我能多存点东西。还有窝窝头和青菜别忘了吃啊，别浪费。再见。
什么？没事。不好意思，店家，这块玉佩是不久之前一位公子在您这儿换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从我这儿换了一架空壶。这些狗我换回来的吗？小姐，你这没换到银子，怎么还倒贴一包首饰啊？陆渊，陆渊，陆渊，沈不言。你回来了，我备了些菜，回去做给你吃。听大雨凛冽，你在哪儿拿的这玉佩？我在集市上看到的。我想你把它卖掉，是想给我换一架箜篌。这个玉佩对你来说意义很重要吧？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今日就得走，所以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吃晚饭。但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陆渊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凝望着你背影不忘却，不会坚持那一刻才能逃出因果，又一次擦肩过，隔着千年座长梦，梦醒来看不破，总会遇上那一刻再将你手紧握，一滴泪却滑落，终究是死若是错。溯回缘起那一刻，任它如这漩涡，沈先生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也是头。回离别那一刻，白发青丝交错，只一念不可说，还在世俗里沉默。应向何处？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会遇见你。那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信物吗？算。有他在，我就会一直陪着你。沈不言，再见。你要等我回来啊。
该如何向21岁的陆渊解释这一切呢？其实，再次使用玉佩回到圣国时，我已经准备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出现了。恐怕我已不再是你思念的人，也不再是你曾数次想要舍命相护的人。我翻遍尽是一片书写的红颜，为后复留间，当千年陈言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转身逆流而上，逐你的节拍。那个人居然会是李庸。那一场碰撞，历千年沧桑，奈何注定被遗忘，时间线缠绕。可我又怎甘心你受着宿命的摆布？执手相看，几度相逢，几度我知你倔强，不惧世间风火乱，向着你方向，在握住你手掌，你回来了，抚你青史荣光。莫非21岁的你也曾见过我？我回来了。2楼没有发现你，走，听我说。是。丞相，快走，万一杨崇和范松再找回来，就麻烦你。站在故事中场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你为什么才回来？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，他们都说没有你这个人，不认识你这个人。你知道你让我等了多久？这个假面，它竟然保存了15年。对不起，我总是让你一直等。没关系，你回来就好。是真的。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都是些皮外伤。来，你好像还是3年前的样子。我该如何将逆向时空之事告诉你呢？不哭了。天降甘霖，万物复苏。3月上巳，今天不是上巳节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曲水流觞，游春夜。我想到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上巳节。像阵地后埋下的微尘，剩一句没出口的吻，谁的就是真色如月，晴空快，就在前面。
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我猜你身在镜花楼，却心系天下，那一定是很喜欢居高临下喽。其实，我更喜欢走在街上，就像他们一样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平平安安过一个上巳夜。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见自己心爱的人。伊里文，吃荠菜煮鸡蛋。来，逛逛夜市。折一只羊羽，沾上露水。伏羲去哉。这种事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原来那一日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做，好不好？现在就去做。现在时辰太晚了，而且这么重要的仪式也不能随随便便的。反正我们来日方长。我也希望是来日方长，所以我一定要除掉李勇，绝不会让15年后缘起之变的悲剧发生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情你没有回答我，你为什么要杀李丞相啊？那你为什么相信他？我与他相识3年，他才学过人，体恤民生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。你被蒙在鼓里了，你看错他了。不可能。3年前我阿爷过世，是他带着我和阿石来到江都生活。虽然他这一路高升至丞相，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社稷和百姓。他是一个好官。好官？彼时他还收了阿石做义子，为他在朝中打点，使他雄图得展，报国有门。为了肃清朝堂的不正之风，复兴大盛，丞相将我安插在镜花楼，收集情报，观察各部大臣的言行动向，搜集贪官污吏违法的证据。他提拔陆石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，因为你们对他有用。他一旦发现你们没那么听话，他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一个勾结北烈的小人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他不可能勾结北烈，这些年他的消息渠道，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。他绝对不可能勾结北烈。是，就算他现在没有勾结，不久的将来他也会这么做。不久的将来。所以你是将一个未发生的罪名扣在一个没有犯过错的人身上。如果我非要杀他，沈不言，3年前你一走，从未给我带来过只言片语。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李丞相。你有想过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有问过我的感受吗？陆渊，陆渊，是你告诉我，凡事要讲究证据，要依大圣之法。可是现在你并没有证据，你还要污人清白，私下杀人。此中缘由复杂，我一时难以解释。沈不言，再次见到你，我心中真的万分欢喜。
可是你现在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吧。如果你执意要杀他，我们就此别过。陆渊。